新春寄语，让我们带着这份新春祝福来开始欣赏节目吧。金竹，你知道吗？每次春节联欢，总有一些节目能瞬间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，比如刚才的《想你的365天》，真的让人心头一暖。是啊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心中总会有一块地方要留给故乡。说起故乡，在这里我要问问于良和在座的观众朋友们，是否有这样的体验？当我们听到一段旋律，就会想起故乡的某个地方。当然有，比如外滩的夜景、黄浦江的风，总是让我能瞬间回到上海的那片记忆中去。看来大家都很有共鸣啊！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将带我们回到熟悉的上海，让我们有请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刘谦慈老师为我们带来《外滩漫步》，有请。